继续来看台北市议员潘怀宗甲伊办公室的主任陈玉台，互指控诈领到助理的补助费大约300万，前后是12年，互申请收押禁见，最后是裁定讲分别以200万甲150万来交保。不要拍我！议员叫你的态度不要动手。头底无啊，为树林地方法院行出来，朋友搁斗相共出手砸记者，现场的气氛真乱。潘怀宗踮住住，经爬去车中离开现场。尾仔办公室主任陈玉台嘛穿空色的衫，头压个真低，面对记者问话都无回应。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？台北市议员潘怀宗和办公室主任陈玉台进前方指控，为2008年到2020年，小数共诈领300万。警方长时间调查因钱开去倒，发现潘怀宗的助理冇牵涉这个案。警方认为当事人有可能有盗空，伪造证据。27号向法官申请押起来，下晡树林地院召开审押庭，暗时判潘怀宗和陈玉台分别以200万和150万交保，嘛限制因出海。